乌克兰和台湾相距8000公里，但台湾是少数实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亚洲国家。制裁行动，台湾加入了西方的制裁行动，并停止向俄罗斯输出半导体。俄罗斯的电子及军事产业非常依赖台湾的半导体。大规模的称乌克兰游行，自俄乌全面开战以来，台北及其他城市的市民定期举办游行，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。上百万美元的援助，台湾外交部正在筹备17亿新台币的款项，作为对乌克兰2023年的经济援助。台湾已经向乌克兰寄出了562吨的物资。台湾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分别捐了1个月的薪水来帮助乌克兰。但为什么像台湾这般遥远的国家愿意帮助乌克兰来抵抗俄罗斯呢？因为民主必须团结。乌克兰胜利的话，会向独裁政府发出一个讯息：侵略、扩张领土、沉迷于战争和战争罪，会是他们沉沦的开始。全球抗俄大联盟主要透过制裁及集体的外交压力，来有效地制止战争。台湾也是成员之一。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民主战胜独裁，就是整个民主世界的胜利。乌克兰象征自由和被殖民后的独立。现代社会不容许战事发生，如果俄罗斯和其他独裁政权不能好好过和平日子，他们就得付出代价。